并且想看大事东北好点秋香。我出50两啦！我出100两。是我先讲的，你是钱济少。我就是钱多啦，安怎？这把刀我要抵啊！我干哪要抵啊？我出100两。两大请你两卖吵吼！咱人第一大仔做的刀是无要卖，是要扫有缘的人啦！有缘的人啊！我才是有缘的人啊！我嘛姓董的，上我才有你啊！谁讲姓董的才有你？你这个我嘛是有缘的人啊！你讲对唔对？为着要替秋阳姑娘着想，只好用出来江南第一财主的戏名。稍等一下，商人这大胆，甲祖宗华有人回复。是江南第一大财主东北好东街员工啦，伊明小的吼献上伊亲手所画700道啦，啊，甲一张拜帖啊，要夫人啦，啊，令恁吼伊才亲身登门拜访啦。禀夫人，东北好送100亲手所画图，甲一张拜帖要互夫人。哼，东北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介员，也家伫太师府面前也不用威，是真抓天外悬地外高，该赶走。是。这位司机刚刚我手机哪来的啦？司机啊！放开啦！你别搞错啦！中国啦！你哪来我白来啊？你来为什么不管我俩你哦？甲接讲啊！我掠你去关府。闪！哎呦啦！我等你卖走啊！你敢回来啊？哎呀！你敢看啊？你甲咱的同样安尼当做台湾，你华夫人的生足超过的呢，那袂输甲你完全同款啦。我嘛想要甲我变做安尼，我东北好见了华夫人遮尔讨厌。哎呦，啊，咱等一下是变烂啦！公主，啊，要过来啦！等啦，我无拍伊啦。哪会阁是你啊？哦，我是东北好朋友，我来去斗相共的。这位公主，真实的哈。平常时，阮夫人对人是足好的，啊，不过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今仔日伊听到东北好的名就遮尔生气。你当然若看到东公主，请你甲伊回一声失礼，希望伊唔通见怪。我会记得讲啦。这位姑娘吼，东北好吼，讲要将伊700道送互你啦。东家人要甲700道送我，伊敢捌我？我
东公主讲吼，讲有熟识无熟识拢袂要紧啦。啊，伊只要要将这巴肚送互有缘的人啊。啊，姑娘你吼，心肝遮尔好啊，佮遮尔善良吼，东公主讲要将这巴肚送互你啊。无用一啦，这腹肚遮尔贵重，我袂当收。无吼，你一定要收落啦。你若无收落吼，我等于足歹甲东公主交代啦。来，收落啦，做你收来不要紧啦。行，来过遐人走呗。你紧走啊！哎呀，我无等者因来，你就走啊！进来走，哎呀，小哥，啊，睇你为什么代志？你这个人啊，拢袂死心啦！我毋是遮尔凊彩，会当互人替我画像。除非啥？你紧讲啊！好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天下间我只愿意互一个人替我画像，迄个人就是东界园东壁虎。主席，你有听到？天下间伊敢互你一个人画尔，迄就是我东壁虎。哎呀，紧来走啊啦！佮东边好，咱若不走，咱出来天咱就会影响啊啦，行啦。好吵不可笑，我就是，我们的。赞！这弟啊，老师找人放假嘞！哎呀，咱去看哦，秋香今嘛伫创啥，咱去坐佚佗。那个去叫一个，行。东壁虎的一笔一画，拢是遮尔啊自然。这腹肚安怎看嘛看袂善。这什么物件？东影像啊！就是东壁虎啊！哦，啊，东边有啥物鱼仔呢？拜托个，你甲这腹肚害我，袂演。你甲这腹肚害我，你不害我，我以后我确定啦。啊，秋香啊！我甲你讲啦，这不过是东影的图嘛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你安尼遮尔宝贝，小弟啊，嘿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啊，兄弟，拜托者好无？东壁好是要安怎讲工人两大财主来比啊？你这图要送阮哦，毋过袂愿摕咧。对啊，恁两个人当然是袂将东壁虎的图看伫咧眼内。我一个查囡仔，是要安怎甲江南两大财主比咧？安尼，借问两位财主，为什么花夫人遮尔讨厌东壁虎咧？这件代志哦，就是吼，就是，哎呀，你讲，呀，我讲啊，好，这件代志啊，就是因为阮阿娘有阮两个江南两大财主，所以其他的人都无看你眼内。无唔对，所以主要，你即马上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陪阮这两个哦，好好去游山玩水，食山珍海味，知无？唔对，奇怪，恁两个即摆应该是咧上课，为什么哪会伫遮？啊，老师咧？老师等你啊。所以阮就放假。你搁甲新来的老师气走啊？对，顺利巧。客宾两位少爷，太叔甲夫人有请。恁两个吼，错嘛？真无容易请来先生，
头一天甲恁上课都会气甲唔收恁做学生，无爱教你。这代志若互知影，我这面是要挂喺倒去。小勇，请教法。阿娘。啊！啊，当你那就气甲安尼生咧，啊，搁再讲哦，啊，咱的囝都搁遐尔啊细汉，也毋捌代志，有啥物话，咱甲伊豆豆啊讲，甲伊讲道理嘛。夫人啊，即嘛唔教是当时才要教，也唔赶紧去。小等下，不用你甲我转来。老爷，你平常时啊在调为官，啊你几时才转来地厝内？你一个转来就要教我的囝，你会知影呢？秋勇是我的查某囡仔，若要请教法，你家己去啦。夫人啊，我这两件拢互你心态。你我做老母的，生囝是做也唔对。搁再讲，迄个先生我嘛看了真袂顺眼。就算讲咱两个囝有倒也唔对，做人的先生唔知学吞吞，一点仔修养都无。你敢有做啥物老师？阿爹，阿娘讲得对啦，迄老师哦，袂晓修养，佮袂晓吞忍，所以哦好佳在阮两个保镖囝无去教着。对阿爹，阮两个哦嘛就是要好好读册啊，啊中状元做大官，甲你共款啊。啊也毋过哦，阮今仔日哦，阮两个册读无好，这拢爱怪阿爹你的毋对啊。对啊，迄三字经内底有讲啊，伊讲吼，用不假，夫之过啦。意思就是哦，阿爹你无请好的老师来教囝，所以就是你毋对啦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即摆才知影讲，咱请先生是安怎一个一个拢带袂掉。赶紧甲少爷带去书房写书经，等老爷若有命令，你才叫因休困，知影无？少爷，请。多谢阿娘。老爷啊，也这也毋是啥物大代志啊，你都气甲安尼呢？咱两个囝遮尔不受教，迄是因为无请到好的先生，这甲咱囝哪有啥物关系咧？啊，咱请来先生不止一摆。就算讲开生意嘛，免请到遮尔多，敢讲这内面无甲一个有才学、有资格人来管教咱的囝亲？是啊，袂用的啦！老夫堂堂大明朝太师是皇上的先生，但是这代志若皇知影，敢是会互笑咧？经过这件代志了后，我才知影讲，开较侪钱，先生都唔敢来。唔知影是毋是应该都爱去请迄老饭店祝岐山？老番丁祝岐山，甲东北好是好朋友。这，哼，老爷，你是咧闹糊涂是？虽然讲祝岐山，你是一个有名的财主，也毋过伊个性遐尔啊古怪。我是惊讲，伊若来教咱的囝，会教歹咱的囡仔。啊，夫人啊，早知你甲我找起，啊无我差点仔都袂记。都爱参详这老饭店有才学的怪人啊！才有法度通管教着咱迄两个小饭店啊！对，照你决定，我即时受事请伊来咱府内做先生。无老爷，代志为啥变安尼呢？哎呀！讲到你这个老饭店，为着你一句君孙笑的话，甲阮当家害到安尼啦！唉。因为因儿时叫你早些新鲜的气质，较早遐无名字来的人客，三言二唔到店的当场作为，实在都拢唔来啦。唉，你甲看，这间店若继续安尼持望落，是我都通挡偌久啦？啊？对啊，莫去烦恼啊啦，吼。啊，无代志不干呢吼，当作嘛我决定好啦，吼。安尼啦。我明仔载开始吼，换我江南第二财主吼，踮遮当场吼吟诗作画，看我当较早的人家，搁甲挽倒转来。你会好意啊，我心领就是啦。也毋过我要拜你千万以后都唔通甲严儿滚这款的算账啊，我就心满意足啊啦。啊，这间店也无人客啊，你若要啉啊，看你家己安怎啉，你去啉啦。哎，无咯，伯啊。伯啊，伯啊，好啊，啉就啉啊。
老番顶啊，啊顶一个手，你也无想要啉是？哎呦，我已经足歹势啊！你搁踮遐咧哭死？你唔免假啦，甲阮大哥真也无伫遮，伊老是甲我讲，你甲阮翁带倒位去？我哪会知影伊走倒去啊？啊，你一日敢唔含伊斗去？比我这做伙时间搁较久，啊，你唔知伊去倒位？哎呦，莫安尼啦！逐摆拄着见面就互看，我若甲你骗，我敢有啥好处？我哪会知你要带伊去就疯？我甲你讲，阮阿某的感情愈来愈歹，这拢是你害，你知无？我已经无法度忍受啊！上好吼，你可能较紧倒转来。会啦会啦，我若知影伊伫倒吼，我马上叫伊转来。上好是安尼啦。总甲有阿嬷啊，甲大哥伫咧，我是歹势发性地啦。啊，若我找到恁兜去，迄就无共款啦吼。倒是，我甲你人掠厝拆，鸡仔照掠无半只。啊，若阁无你的法，嘛搁有后头厝头靠。啥嘛好啊？找无翁，你甲我啥关系？要查某咧？哎呦，唔对哦！你万一骗我，若拢唔出现哦，连我都代。惨！代志惨袂离咯。迄个东北好四界找拢找无人，啊伊那个小查某诶，佫对我真袂爽。我看吼，伊若冲到厝里来吼，我厝遐早拆了看，袂用。哎呦，心肝诶！哦，这厝诶贵重诶古董无少甲收收诶吼，到时吼弄破无皮。大反正懂别看，唔是当条古董叫你弄破去啊！歹势啦，我唔听过伊的，就叫我陪你嘛。陪你要用啥陪？这世间干那一支尔啦，这有钱买袂着啦。讲呀，我是欠恁翁仔某欠偌济啦，爱甲我糟蹋。如果对你安怎样？今仔日透早去恁厝就恁老爸念一困哦，煞去换恁某起重。即马转来遮咧，你搁马上甲我回敢弄坏去？吼，我影吼，实在甲你这个带衰吼，大狗，你甲我转去。无啦。啊，你哪会转弯？对哦，老番顶啊，莫遮尔啊激动啦。我想办法咯来赔偿你嘛，好无？啊，不过话这讲倒转来咧，你嘛有责任吗？我被害者，我有责任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句话你甲讲个清楚哦。我的话就是我的人生，我的一切啊，就你一句话啦，讲什么我什么话欠新鲜的气质啦，我就下决心哦，把我所有话提出来，烧掉，什么代志对头开始啦。世界找什么新鲜的气质？你讲，敢唔是你的责任上？拜托的，啊，你的意思唔就讲这拢是我的个性？拢是你唔对啦，我嘛你，大要为遐好，为听人较紧，我怨大啦，我心肝足切足艰苦的啦，我唔使听人讲迄句要甲你压。那反正啊，咱是好朋友，好知己，莫讲什么输赢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去拄到一个吼，有够水的美女啦，伊袂说敢若天顶的仙女下凡，就参像你讲，有迄款新鲜的气质。好了，好听咧。讲规部意思就是讲你拄到一个水姑娘，我想要后转来做水，对无？